繼續新聞時間，一個探員涉嫌喺旺角警署強姦一個19歲嘅少女，被控一項強姦罪，案件押後到下個月再提堂。被告梁禮仲29歲，由警車押到九龍城法院提堂。佢被控喺呢個月24號至25號喺旺角警署強姦一個19歲嘅女仔，法庭以 X 小姐代替佢嘅名。案情透露，被告係旺角警署刑事調查隊探員。女事主今個月初喺旺角警署，因為唔見銀包落口供，被告喺警方嘅電腦系統揾到 X 小姐嘅個人資料，約佢喺今個星期一再對旺角警署落口供。當日下晝6點，女事主同男朋友一齊嚟到警署，被告叫個女仔夜晚再返嚟。夜晚11點幾，女事主又同男朋友嚟到警署，被告叫佢嘅男朋友走，然後將女事主帶到1樓嘅認人房，將佢強姦。女事主凌晨1點離開，1個鐘頭之後喺天水圍警署報案。其後被告不斷聯絡女事主，話願意俾10萬蚊佢，希望佢撤銷投訴。控方話被告落網之後承認同 X 小姐發生過性行為，但係認為事主冇任何表示唔願意，又承認一向透過警方嘅電腦系統揾後生嘅女報案人，希望約佢哋。控方話佢哋喺被告嘅手提電話記錄裏面發現佢至少聯絡過幾個女報案人，稍後會進行認人手續。被告無需答辯，由於案情嚴重同埋被告有自殺傾向，被告還押等候下個月2號再提堂。無線電視記者鄭思思報道。對於呢一宗警員涉嫌強姦嘅案件，警務處監管處處長話，按照規定，負責案件嘅相關警員先可以喺內部電腦系統查閱報案人嘅資料。而根據警方工作嘅程序，警務人員如果要使用認人房嘅話，要先喺報案室登記，寫低案件嘅資料，然後向值班嘅警員攞認人房門匙。慣常嘅做法唔會由一個警員單獨負責認人嘅手續，亦都唔會喺深夜認人。天文台預測